國企指數2026年6月急跌，反彈一下都冇。3416、2802同埋3519收到嘅期權金究竟夠唔夠填補股價下跌嘅無底深潭？ ETF 嘅 short call 轉咗倉，當指數反彈嗰陣會點樣封頂？今日我同你用6月份出爐嘅數據，又再踢爆多一次發行商標榜嘅20厘股息背後點樣令你賺息蝕價？最後，阿里作為期權投資者同埋投機者，由2025年9月開始，整起咗一系列嘅期權教學同埋 ETF 影片去講 covered call 嘅利弊。所以我對3416、2802完全中立，仲未睇嘅，快啲睇返。歡迎嚟到阿里投資功課。我相信普通人都可以學識投資，等我陪你由零開始，一齊畫出你嘅財務自由地圖。本內容僅供資訊及教育用途，不構成財務建議。投資前請大家自己衡量風險。好多人俾 covered call ETF 嘅20厘股息吸引嚟買呢類產品，但係羊毛出自羊身上，你嘅股息其實都喺基金嘅資產淨值 NAV 入邊派翻俾你，其實只係左手交右手。當基金決定派息金額之後，佢嘅資產淨值同埋股價會喺截數嗰日下跌，呢個現象叫做除淨，截數嗰日叫做除淨日。如果想知多啲除淨嘅原理，點解除淨之後股票價格會下跌，就快啲留言除淨，我就會另外諗下拍另一條片講派息對股價嘅影響啦。做任何投資嘅時候，重點唔止係派息派幾多，而係要知道佢哋嘅利潤來源係點樣嚟嘅。就好似 covered call ETF 嘅主要收入來源係來自持有國企指數成分股，再沽出國企指數認購期權 call option 嘅期權金，亦即係 covered call 策略。首先要簡單重溫一下 covered call 策略，同埋快速重溫揀 short call 嘅4大因素嘅影響。如果你之前睇過我嘅片，就可以跳過呢部分。背對看漲 covered call 就係於持有股票嘅情況之下，再賣出一個認購期權 call option 嘅策略。呢個策略犧牲咗上升潛力，不過有少少期權金幫補下，大跌市下嘅跌幅，因此會有少少緩衝。如果想更加仔細咁樣了解 covered call 嘅策略，就可以睇翻呢一條片。跟住講下 short call 揀行使價嘅影響。short call 行使價越揀得低，其他因素不變嘅情況下，就代表收多咗期權金之後，保留嘅升幅越細，要低位沽貨嘅機會大咗。相反，如果揀嘅行使價越高，收嘅期權金會少咗，但係如果國指向上升，保留嘅升幅就多咗。跟住講下賣嘅 covered call 數量嘅影響，即係賣咗幾多張合約。名義保險越細，即係佢拎比較少嘅股票嚟做 short call。收嘅期權金越少，但係保留嘅升幅越大。相反，名義保險越大，即係做多咗 short call， 收嘅期權金越多，但係保留嘅升幅就越少。然後講 short call 所揀嘅到期日，揀嘅到期日越近，賺嘅時間即流逝速度更加快。但係同時，如果期權由價外變做價內嘅時候，期權金對於股價嘅敏感度就變得越勁。最後講 short call 開倉時候嘅引伸波幅。如果開倉嘅時候引伸波幅越高，收到嘅期權金就越高，應付下跌嘅緩衝就越多。概括咁講，當引伸波幅高嘅時候，比較適合賣出期權。至於3416、2802同埋3519呢3隻 covered call ETF 嘅基金經理，會首先持有國企指數成分股，去模擬持有國企指數，然後再每個月賣出期權。佢哋嘅基金經理會主動去揀期權嘅行使價同埋到期日。如果你第一次聽呢3隻 ETF， 想重溫翻呢3隻 ETF 係啲乜嘢，同埋佢哋嘅管理費，可以睇翻呢條片嘅。跟住等我哋回顧一下國企指數同埋呢2隻 ETF 喺6月份嘅情況。國企指數6月表現點呢？為咗公平起見，以後我會用2828呢隻 ETF 嘅股價嚟代替國企指數。2828係追蹤國企指數嘅 ETF， 亦都會派息。計算回報嗰陣要考慮埋股息嘅因素，先至能夠公平咁做對比啊！等我哋比較一下指數嘅表現。國企指數由5月尾收8426點，去到6月尾收7605點，跌咗9.74%。而跟蹤國企指數嘅2828， 5月尾收86.38，係6月尾收77.8。呢個月每股派息0.7，回報係負9.12%。而3416、2802同埋3519都係賣緊8400點嘅 call。呢3隻 ETF 都揀咗6月尾到期，而且3隻 ETF 賣咗嘅期權佔名義資產嘅99%至100%左右。呢3隻 ETF 嘅策略都好相似。
當國企指數6月跌嘅時候，2802、3416同埋3519都因為收咗期權金，雖然都會跟住跌，不過因為收市嘅時候 short call 冇入到價內，期權結算嘅時候有利潤能夠填補部分損失。2802嘅回報係負5.03%， 3416嘅回報係負5.94%， 3519嘅回報係負7.2%。呢三隻 ETF 都跑贏國企指數 ETF 嘅負9.74%。所以呢個6月雖然 Covered Call ETF 都要蝕，但係由於有期權金保護，蝕得少過指數。大家有冇開心翻啲呢？大家覺得呢3%嘅保護足唔足夠呢？不妨留言話俾我知啦。表面上呢個6月3416同埋2802跑贏咗國企指數，跟住我哋都要睇下究竟由2026年年頭開始計嘅話，大家持有2828呢隻追蹤國企指數嘅 ETF，對比3416同埋2802嘅總回報究竟係點樣？今次呢個比較，我先唔包括3519呢隻新開嘅 ETF 啦。下面呢幅圖係由今年開始計到6月尾，3416、2802同埋2828嘅對比圖，派息嘅金額喺圖入面已經加翻股息，所以呢幅圖顯示嘅已經係考慮埋股息嘅總回報。大家首先會見到，如果將呢6個月拍埋一齊睇，2828今年到6月尾回報係負13.98%，而3416嘅回報係負10.41%，而2802嘅回報係負8.91%。等我先用第一個角度，大趨勢嘅角度做分析。喺大趨勢上，三隻 ETF 今年頭6個月 Covered Call ETF 跑贏大市。因為今年年初至今嘅趨勢上，國企指數呈反彈再跌嘅格局，年初冇急升破頂，之後跌幅越嚟越快。Covered Call ETF 嘅期權金有緩衝嘅作用，所以跑贏指數。當然都要跟住指數跌啦。然後喺第二角度分析，就係關於佢哋嘅波動啦。2828比較大波動，國企指數升又升多啲，跌又跌多啲。而3416、2802嘅 Covered Call 喺大市反彈嗰陣，被 Short Call 去封頂。而指數大跌嗰陣，有少少期權金幫補，導致 Covered Call ETF 嘅波動並冇指數咁大。呢6個月以嚟，國企指數同3416同埋2802都會跌，但係國企指數升市又升多啲，跌市又跌多啲。而 Covered Call ETF 就升又升少啲，跌都叫跌少咗㗎。波動冇咁大，不過俾咗管理費，俾基金經理幫你操作啦。佢收你咁貴嘅管理費，但係當計翻包括股息嘅總回報嘅時候，你就拎到同大市好少少嘅表現，而且收息嘅時候又俾人扣手續費，大家又點樣睇呢？你又會唔會自己親自做 Covered Call 或者冇槓桿嘅 Short Put 慳翻啲管理費呢？ Covered Call 就係冇槓桿嘅 Short Put， 呢個係因為期權入邊最重要嘅原理 Put Call Parity。我已經特登整咗一條片講呢個原理。如果想了解多啲呢個原理，就可以睇呢條片㗎喇。另外喺引伸波幅不變嘅情況下 ，Covered Call 同埋 Short Put 喺股價橫行同埋上升嗰陣就有錢賺，因為呢個係賺時間嘅策略，又叫賺 Theta 嘅策略。另外 Short Put 都係睇升嘅策略，又叫做正數 Delta 嘅策略。如果想了解翻點解 Covered Call 會賺時間，但係 Covered Call 又會輸方向，就可以睇呢兩條片㗎喇。如果你想自己做3416同埋2802呢兩隻 ETF 風險回報相同嘅策略，你需要足夠接貨嘅錢，然後做 short put 就得啦。呢個又叫做 cash secure put， 係新手可以低槓桿去試嘅策略。又或者如果你想做3416嘅相反策略，你就可以做 long put。上次我就示範咗 long put 喺富途期權鏈上面嘅操作，唔係投資建議。如果你想睇翻落盤嘅示範，就可以睇翻呢條片噶。有咗富途嘅期權功能，無論用嚟揾資料、研究策略，定係即時落盤嘅流程都好順暢。咁大家都可以自己做 long put 或者 short put 啦。如果你未有富途戶口，仲可以用我嘅富途專屬優惠碼 ALI 嚟開戶。今期迎新活動仲有得送 SpaceX 或者匯豐股票，詳情請參考置頂評論區。嚟到2026年7月，究竟3416、2802同埋3519點樣揀行使價呢？同埋佢哋做咗幾多張 short call 嘅合約呢？3416賣緊嘅 call 行使價係7700點，2802賣緊嘅 call 係7700點，而3519賣緊嘅 call 都係7700點。三隻 ETF 都揀咗7月30日到期。
3416賣咗嘅期權佔名義資產嘅100%左右，3519賣咗嘅期權佔名義資產嘅99%左右，而2802賣咗幾多？網站今個月冇直接披露名義保險，用收市期權金調翻轉去計，估算大約係99%，全倉拎嚟 short call。呢個月呢3隻 ETF 嘅收益都係7700點之後就封咗頂，國企指數一旦升高過7700點之後嘅升幅就冇份。就咁睇落，3隻 ETF 嘅基金經理都淨係做全倉 short call 等價期權。如果你哋希望我每個月幫大家 keep 住跟蹤，就快啲俾個 like 我，同埋留言每月跟蹤 covered call ETF， 等我知各位觀眾中意呢一類嘅內容啦。咁你應唔應該揀 covered call ETF？ 最緊要嘅嘢，等我哋還原基本步，諗翻你投資嘅目標係啲乜？投資者要諗嘅就係投資風格同埋目標。係為咗追求資本增值，定係為咗高息靠派息嘅現金流呢？每個人嘅投資目標、風格同埋風險承受能力都唔同。如果你嘅風險承受能力比較低，你要求保本嘅，呢兩隻 ETF 都唔適合你，因為 covered call 理論上嘅最大損失等於目標資產嘅價錢跌至0，減去已經收咗嘅期權金。如果要保本，你就只可以做定期或者揀短期美國國債，又或者貨幣市場基金呢類嘅超低風險嘅工具。想了解多啲，就可以睇翻呢3條片噶。如果你接受到波動而仲想參與相關資產嘅升幅，認為相關資產仲有得大升，最好就係 covered call ETF 都唔揀，直接買翻相關資產嘅 ETF， 同埋你睇好嘅股票會更加好，因為冇 short call 限制升幅。但係如果覺得相關資產會橫行或者牛皮，你好需要定期有股息派翻出嚟俾你做生活之用， covered call ETF 或者就會適合你啦。如果你覺得相關資產仲會跌，咁都唔好買呢隻資產嘅 covered call ETF， 因為 covered call 係睇輕微上升嘅策略嚟噶。另外 covered call ETF 賣期權嘅策略，如果係賣 at the money， 而且只有1個月就到期嘅期權，然後不斷轉倉，呢種 ETF 最驚 V 型反彈，跌就有份，反彈冇份。期權金唔夠彌補錯失嘅反彈，想重溫翻點解會咁，就可以睇翻2026年1月回顧呢一條片噶啦。總結一下，6月份國企指數急跌，2802、3416同埋3519都跟住跌，不過因為收咗期權金，跌少過國企指數。嚟到2026年7月份，3416、2802同埋3519，佢哋 short call 嘅行使價同埋到期日都好相似。如果想揾高息嘅 ETF， 唔一定要睇 covered call ETF 嘅，自己去尋寶，話唔定有驚喜呢。如果你而家持有3416、2802、3519或者其他 covered call ETF， 不妨喺下面留言區分享下你對於持有 covered call ETF 嘅睇法，同埋講下你會唔會考慮換碼啦。最後要多謝會員 Jackson Wong KY、King Fi 2112、Cliff Fan 8716、John Lau 2397、Lau Andrew 9481同埋支鴛鴦支持上次影片。如果呢條片對你有用嘅話，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阿里投資功課，我哋下次再見。